都話廣州90%嘅美食都喺番禺，但係10個人裏面有8個都喺度食油拍餐。作為番禺本地美食博主，話俾你知呢幾間我會經常幫襯嘅性價比飯堂。呢期視頻介紹嘅係呢幾個區域，睇下有冇你附近嘅美食。首先係喺市橋，依間開咗30年嘅早茶店，味道足夠地道，點心都係手工製作，用同樣嘅價格喺度可以享受到 Plus 版本嘅份量，性價比超高。係啦，你知唔知道點樣判斷一個燒鵝髀嘅含金量呢？試過依間店嘅燒鵝髀，你心中就會有答案。喺咬到燒鵝嘅一瞬間，鵝皮酥酥脆脆，隨之而嚟嘅就係入口即化嘅油脂，最後連皮帶肉大食一啖，調料嘅風味滲入啲鵝肉裏面，鹹香適中，回味無窮。跟住落嚟嘅係中村，呢度真係適合抽半日時間逛食逛飲，全部都係老字號，而且行路距離唔超過10分鐘。依間糖水店有600幾種美食，招牌係栗子蛋奶糊，香甜嘅栗子配上濃郁嘅蛋炒奶，食一碗真係唔夠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各種飯同小食，簡直就係屬於廣東人嘅 brunch 飯堂。食完糖水，順路過嚟旁邊食個牛雜。依間牛雜開咗有30幾年，非常推薦佢哋呢度嘅牛腸，口感軟爛，油脂感都非常豐富。除咗單點牛雜之外，仲有牛雜麵、牛雜煲都好唔錯。嚟都嚟咗啦，唔帶啲手信翻去咩？依間做咗40年嘅廣州傳統手工糕點，其中咖喱餅係佢哋嘅招牌。除咗經典嘅豆沙餡，仲有好多創新嘅口味可以嘗試喎。最後嚟到南村，呢度附近就係長隆，想去玩嘅可以喺我嘅美食攻略上邊添加呢個景點，佢就可以幫你規劃行程喎。冬天肯定要食煲暖粒粒嘅火鍋啦，佢哋嘅羊肉一啲都唔酥，仲可以食出一陣羊奶嘅香味，羊皮 QQ 彈彈，太好食啦。仲有呢間店嘅招牌哈辣糕蒸蛋，居然一啲都唔腥，蝦膏嘅鮮味撈埋啲蛋，比蟹黃撈飯仲要好食。無論你係遊玩定係住附近，呢幾間屬於我嘅私藏小店都值得一試。除此之外 ，App 裏面仲有其他城市嘅逛食路線，美食打卡不遺忘。如果你仲想了解更多番禺美食，關注我，下期見啦！